哪一个是你的？都是。不要怀疑。伤心呢。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看到爱就爱你，爱你。不要抢，不要抢。不要这样啊，聊起来了。我们来表演了，好不好？真好。我本来想认真的。我家都是不然的爸爸哦。好，那唱第二首。这完全没有心情了，我们聊天啊。好了，听歌一下，忍耐一下嘛。来，这首歌《路在哪里》，掌声。哦，等一下。哎呀，有森林系耶，好不容易有气质耶。你们冷静一下嘛。冷静啊，是你自己搞笑。我没有啊，一本正经耶。会唱这首的话，我女儿会唱。你有带女儿来哦？吓到我了。她会唱你的歌。哇。那我会唱。我都不是唱国语呢。可以啊。真的。你第二首她会唱。哇塞，不是，这样，不好意思。我这样很难跟其他人交代，我们就这样聊起来。他们也是买门票进来的，那怎么？我先唱，来，路在哪里？不是你在哪里吗？路在哪里？呀。